暖的感觉。啊，温暖的感觉伫倒来？温暖拢咧困。这浅显中上，咱甲掌声起，咱甲掌声起。要讲这话，咱无简单的，是安那温暖拢咧困，你敢知影？因为伫厝安怎烦恼伤济，咱老祖讲一套经叫做清净经，清净经。伊讲咱的人的心啊，本来就是安那好静，人的心是好静的哦。结果咧，咱迄个啥物甲咱干扰，七情六欲，迄个心情甲咱干扰。咱人的心呢是清的哦。所以咱咧讲上生有即个清是讲啥？讲咱迄个神识啊，咱迄个心啊。就咧讲也咧讲咱迄个主心，咱咧咱的五脏六腑拢有心的，拢咱的腹内拢有心啊吼。虽然讲分配有心，拢寄伫里面。迄个心性，咱的心性拢是爱清的，拢爱清净的啦。啊，偏偏啥咧甲咱干扰？巴肚浅显讲了真好，讲即个啥咧甲咱干扰？即个心，即个心有恐怖无？暗时啊，互你困袂去的啥？我，毋是我，来遮做好困。安尼你有甲师傅等下爱加讲一寡。敢知影为虾米来遮好困？来遮心情足平静，会静啦，静的落来。为虾米？因为来到遮无啥物欲望啊。你行入来，听着讲师咧讲道理，讲师的道理拢是咧讲真理，真理就是法水、法药，就是像啊洗衫机内面，咱若真正洗乌扫扫，你甲落落爱洗几落摆，较会清气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甲加一寡啥物清洁剂，迄特别的吼，拢甲加一寡真理清洁剂，人讲特效药，咱咧洗衫无要加一寡迄较特别的，甲加落去咧洗足清气。即摆啥物柠檬酵素、橘油，有无？敢有听过即个？你若甲加落去，你洗是毋是？你洗一两遍，甚至一遍就清气啊！啊，这着看你真正衫卡了偌乌，甲你下落去洗衫的方法，够甲无够？啊，够甲无够袂倒？爱请咱坐面等安尼啦，放落去啊！互伊去，吼，对，互伊比一个动作。